台中清水昨暗有电头，因为这主办的奖标无提供便当，就安尼生着冤家相拍。警方出动快打部队到现场压制。另外，这刑事局中部打击中心也抓到台中某一间奖标姓陈的堂主有组织的暴力特销集团，目前拢甲这11人以上发办了。 双方超袂平，就起卡动手，庙会现场变做规大阵人咧相拍。这是伫台中市清水区海口南路的树布啦，2时暗时咧举办庆典活动。其中对新北市来的人头，因为不满主办方姓王的查甫人无提供食食，转起冤家，造成姓王的查甫人手指头骨折。警方接到报案，去到现场压制，佮把3个人带回去调查。过程中约有4名成员殴打王乃，造成王乃左手小指骨折。本分局将现场3名涉案对象带走，以厘清案情。目前已掌握相关涉案对象身份，正积极查缉到案。因拿镜头来看一间超商，一群人行入去，看到目标就随动手甲拍，致使受害者昏迷，住伫咧家护病房。台中某一间奖标姓陈的东主，最近这几档用电头来招细汉的，专门去做暴力特销、恐吓处财等等的行为，结果威胁受害者爱和解贴告。刑事局收集相关的罪行事证，将姓陈的东主在内11个人拘提到案。查证陈显近年来的犯行。 并整合警政系统相关资料，报请台中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并于同步执行扫黑专案的期间，拘提陈姓主嫌11人到案。警方侦讯了后，依照妨害自由、妨害特殊、恐吓处财、甲伤害等等的罪嫌，将姓陈的嫌犯一群人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而且嘛呼吁受害民众得勇敢出来报案，唔通用冤犯罪。记者综合报道。